一日。早排我睇到一篇文咧就好特別嘅，佢引咗咧就係田北俊議員自由黨嘅黨魁，佢就話：佢話政府基本上呢個副局長同埋呢個局長助理咧，係對於香港嘅政治發展一啲幫助都冇。亦都呢6000萬咧，佢亦都唔明係點解要使咁多嘅錢，呢個都好特別。因為連一個親政府嘅政黨都會咁講咧，咁佢亦都引多一樣嘢。佢話而家俾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嘅每一票咧，原來就由10蚊加到11蚊。呢兩樣嘢加埋一齊，我哋睇到啲咩嘢咧？政府攞出嚟話要發展呢個局長助理同埋副局長，就係為咗香港嘅民主發展。呢全部係講大話，係啲我哋呃人嘅一啲嘢。香港嘅政治發展係正正呢個政府扼殺咗。基本法寫咗07、08年我哋有普選，我哋冇做到。我哋而家行一條路咧，連下一次立法會選舉2012點選都唔知。所謂2017嘅直選嘅行政長官到今日係點樣形式嘅直選咧？係答唔到嘅。因為可能咧2017嘅選舉嘅所謂直選咧，同市民講嘅咧係爭好遠，基本上係好多個門檻，好多個篩選制度，令到基本上咧係得好少數嘅人咧先至有資格去選。呢啲嘢咧就好似啲大話咁，講一次講兩次，講下講下好似真到咧就話2017就係有一個直選，有一個普及而平等嘅選舉。真到就話香港離開呢個民主咧係不遠，真到就話咧而家呢個副局長同埋局長助理咧係為我哋香港嘅政治發展而去做。我哋睇清楚係而家係乜嘢人去行出嚟呢個副局長同埋局長助理，去設計嘅係啲乜嘢人？一個民選嘅政府，如果佢得到授權，佢可以設計一啲方案，包括政制方案、改組政府嘅方案，佢係有個授權。佢應該去咁做，因為人民咧係俾咗個權力佢。我哋今日呢個政府，曾蔭權係點選出嚟咧？800個人小圈子選出嚟，佢呢一紮嘅司級司局長嘅官員係點咧？有冇需要經過一個人民嘅認受咧？唔需要嘅。所以今日發展到係點咧？我哋嘅財政司司長佢係最好一個人版嚟㗎啦，14個鐘頭。嘅財政預算，佢可以得3個鐘頭喺度。佢可以話俾你聽，佢睇電視等於見你哋。佢可以話俾你聽，佢更加重要嘅嘢。佢可以話俾你聽，佢派個職員喺度，而家佢派個職員喺度嘅，坐咗喺度聽，等於佢聽。呢啲係乜嘢質素嘅政府官員？呢啲質素嘅政府官員叫我哋去支持佢一個改變我哋嘅而家嘅政制嘅嘢，因為其實佢唔需要負責嘅，佢亦都深知道。個老細唔係呢度啲人啊嘛。嗱，我聽講又話，我哋而家嘅財爺又有份跑馬仔，可能有機會下一屆特首係有佢，咁佢都知。但係佢知道咁咧，佢亦都知道咧條路點行。個老細唔係呢一度啊嘛，亦都唔係香港人。2012如果有機會佢跑馬仔跑出嚟選行政長官，嗰啲老細唔係呢一度，係望住北邊同埋望住嗰800個小圈子。所以呢一度啲人可以唔使理佢，就算呢度啲人係民選選出嚟，呢個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嘅政府嘅質素。呢一啲質素嘅政府嘅官員話俾我哋聽，佢哋而家個改組嘅方法係可以體現到民主，體現到香港嘅政制發展。如果你哋信佢一啲都唔多。如果呢個政府係要行出嚟，要政制進一步發展，要民主化嘅，而家就話俾我哋聽，香港點一條行一條直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同埋行政長官嘅一個選舉方法。而家就話俾我哋聽，一個由民間民選出嚟嘅行政長官，佢所有嘅司局長嘅咧都有個問責性。乜嘢問責性？而家問責性就係就算佢做好多嘢係違反嘅民意，或者基本上不受歡迎嘅，佢都可以厚顏無恥咁樣繼續坐喺度，繼續冇問題，因為基本上喐唔到佢，個政制係喐唔到佢，呢個立法會亦都喐佢唔到。
即係我哋好睇見呢一啲咁樣係令我哋相當遺憾嘅一個發展。同一個時間仲要假裝即係我哋唔知咧，係我哋冇一個政治嘅良知。我哋當然希望香港嘅政治係有進一步嘅發展，我哋當然希望有更加多嘅人才行入去香港嘅政治嘅一個政治圈入邊去發展去做嘢，呢個我哋個個都想。但係你俾乜嘢嘅機會，俾乜嘢嘅酬勞？你叫啲人不勞而獲，用一個私相授受，一個小圈子，一個黑箱入邊去做，咁啲人一定明㗎。香港好多才俊嘅，好多排住隊做副局長同埋局長助理啲才俊喺晒度，佢知道個方法，唔係需要行出嚟去講佢嘅理念，亦都唔需要同選民交代，亦都唔需要同市民交代。個交代就係班老細啦。啲老細係啲咩人呢？當然特首啦，係一個最大嘅一個代理人。我講代理人，佢係一個代理人嚟嘅啫，佢背後好多個利益，包括呢個800人小圈子嘅利益，包括北邊嘅利益，包括好多喺佢幕後扯條線嗰啲人嘅利益。呢啲利益同意，呢班人咪上嚟咯，所以咪繼續有多啲咁嘅才俊嚟咯，排住隊好多，呢啲才俊唔少嘅。但係會唔會令到香港有更加優秀嘅政治人才？會唔會令到香港有一個新嘅局面？當然唔會啦。邊個一手扼殺香港嘅民主發展？邊個一手令到香港起碼喺而家見到呢10幾年呢個民主發展都係停滯不前，亦都冇法子吸引到一啲好啲嘅人才呢？劊子手都係而家現任嘅政府。但係我哋求啲乜嘢嘢呢？呢個政府係點得嚟呢？點樣出嚟嘅政府就出點樣嘅政策，係出點樣嘅人才，呢個係一個道理嚟嘅。我哋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喺而家拎出嚟嘅所謂副局長同埋局長助理，只係將呢一個腐敗嘅制度延展，將呢一啲裙帶關係啊，我哋睇唔到嘅利益關係啊，私相授受一啲嘢咧，係更加俾佢去滋生滋長。呢樣嘢對香港嘅管治一啲益處都冇。香港係一個成熟而係富有能力嘅一個社會嚟，我哋有能力，我哋好多嘅選民係經過好多次嘅選舉，佢哋熟知選舉嘅意義，佢哋有能力去揀佢哋嗰個行政長官，但係佢哋唔會得到呢個機會。而家就冚住話得㗎啦，2017可能有得選，但係根本我哋而家連點選、點樣揀出嚟都唔知，就以為一定係一個普及而平等嘅選舉。我相信香港人如果信呢，都係未免太傻太天真。呢一種嘅制度之下，呢一種質素嘅官員，點可以令到香港個政治個發展會更加好？我哋而家講緊，舉個例，點樣令到香港更加好嘅一個財政嘅管理？今年財政司司長又再表演一次，佢將最大嘅糖其實唔係俾公眾，佢係俾商界，因為最緊要咧年年不斷減咧係嗰啲利得稅同埋啲標準稅率、洋酒稅等等，俾普通平民百姓嗰啲咧全部咧就一粒糖一次過嘅。嗰啲咧就長期嘅糖票嚟，但係佢可以倒翻轉頭話佢合理化咗佢，亦都更加振振有詞就話，譬如醫療，我哋而家俾唔到啦，好多錢啦，不如咁啊嗱，我哋好負責任嘅，你中產俾多啲啦。佢有啲乜嘢資格咁講？佢有啲乜嘢授權咁講？有冇選民去同意？有冇香港市民同意改變呢個稅制嘅一個哲學？不過都唔需要嘅，因為呢一種政治制度就更加助長呢一類人喺度啦。佢連坐都唔坐喺度，唔需要。一來我哋都要負啲責任啦，即係我哋好多個同事，包括泛民主派嘅，都係都冇用我哋嘅投票嘅意向咧，去表示我哋應該表達嘅意願。我哋都要負啲責任，我哋都縱咗呢一啲咁嘅人，縱容咗呢啲人。但係就算泛民主派唔縱容佢，都唔緊要㗎。大家都知呢個議會數